精彩花舞表演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加上热烈的鼓声，替2025国际龙舟锦标赛点灯仪式炒热气氛。启动！2025开始国际龙舟锦标赛。担任市长黄伟綽、立委陈廷辉等中华贵宾，依照惯例，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头前记号，点亮庙埕的12只大小龙舟，放1礼拜后16号将进行点睛。象征龙舟比赛正式启动。龙舟锦标赛不仅是一个传统，也是有文化传承的意义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竞赛，也欢迎大家能够在527到531，欢迎来台南看龙舟、吃粽子、吃美食。今年赛程将对5月27开始，一直到31号，连续5天，伫运河顶场。总共有121队、2792名选手报名参赛，规模创新悬。活动嘛结合文创市集甲艺文演出，让台南市的国际节更加热烈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